CBSAP。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輔助主任陳俊先生，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副主席胡耀松先生。食物環境衞生署觀塘環境衞生總監羅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鄭振偉警長，秀茂坪警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陳志偉警長，觀塘文聯會永遠榮譽會陳鑑明太平分 CSSES， 九龍社團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梁朝女士 BBSMH， 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陳華先生 MHJP， 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吳子入先生 MHJP， 香港潮人文藝協會潮劇傳承中心會長林雪雲女士，秀茂坪潮僑街坊盂蘭勝會會長曾長先生，黃大仙上村盂蘭勝會會長林景龍先生，九龍東潮人聯會會長楊玉成先生 BSAP。 各位嘉賓、各位鄉親、各位街坊，晚上好！好多謝各位百忙中抽空參與今晚盂蘭勝會各位嘅光臨，使大會增添無限嘅光彩。回想60年，勝會得以順利舉行，盂蘭文化得以傳承，由初期冇固定場地到今日有安全同埋固定嘅球場進行舉辦盛事，實有賴各政府部門、地區團體、區議員鼎力協助指導，鄉親及街坊之群策群，同心一意是勝功不渝。在此，本人謹代表大會向各位致以萬二分嘅意，祝各位萬事勝意，身體健康。好，多謝吳會長。